后来继续来看，台中市政府发公文，要求各大卖场爱主动替人客来量体温消毒，嘛爱要求人客挂喙罨。但是大部分的卖场拢无照规定来行。市府表示，即卖咧做居家检疫的人有将近5000人，买民生的用品，大部分拢是去卖场来买，所以卖场若无加强防疫，真有可能会将做防疫的漏棚。也是大卖场，服务人员摕酒精瓦巾消毒民众双手，无挂喙罨买当入去，服务人员嘛无要求量体温。你们有提供额温枪啊？有啊，要测我就帮你们测啊。另外一间伫门口边有放自动消毒器，无服务人员帮人客消毒，嘛无量体温，嘛无要求挂喙罨。台中市啊，居家检疫的这个人数啊，顶多到2000多啊。那么最近因为很多从国外人回国以后呢，这个居家检疫人爆量到差不多4000多、5000左右。台中市府表示，2月初就发文，希望卖场主动帮民众量体温消毒、挂喙罨，但是检查结果真被动。上班跟下班都量体温，请客人自主管理这样子。所以没有主动帮客人量额温。对，了解。那之后会加强这部分吗？会加强。卖场的改善，不少民众嘛愿意配合。戴一下口罩，这样才不会说算是感染到这样。因为就是也是保护自己，也是保护大家。卖场是室内空间，出入入的人阁袂少，若是主动做好防疫工作，卖当降低传染甲扩散的机会。